是按照我是喜丽玲，欢迎大家准时答应到9点半来收看《明路直播》的客家新新闻。今边呢又系咧全。大家都做在平安顺遂、身体康健，尤其呢，初半夜就是母亲节咧，唔啲乡亲朋友做妈妈啥，初半夜呢又去老了，又去庆祝么。嘅当然希望所有嘅乡亲朋友，当年都做在平安康健。今来讲到啊，今边嘅客家新新闻，同关心事态报纸以前，先来提供俾乡亲朋友一个当中一位天使之星。可能今边呢，乡亲朋友早晨爱出去做事、上班的时间咧，就会发现讲今边呢天时亮亮啊诶，因为呢，庆主要系有一层封面来通过，来看到亚种详细嘅天时预测图，也系今边嘅地面天时图哦。今边呢，庆主要温度会降大，冇像前2日咧暗热咧、热发发嘅，庆主要却有一层封面，你看到亚层长长嘅封面会经过台湾。故所今比各地温度又比前2日咧降大，比如讲新竹、以北也条蔬菜今比大概都系27到30度，另外中南部地区呢，今比都系30到34度。故所早晨呢时间会吃到黑凉，不过当中呢差唔多中南部地区，当中爱出去买便当，爱食做嘅时间，还系有可能出去会吃到当日，爱做好防晒。另外天时嘅重点，人类关心到系地面天时图，也嘅图大家有薯片下播嘅蔬菜。看到我也嘅台湾嘅东南片海面上有咧 H， 也當有可能差唔多呢國家建議咧，從拜3一直到拜5，也嘅另外一層大氣壓也下當地嘅發展，有可能呢會發展到今年嘅台灣嘅風采，按照黃盤，也下到台灣，差唔多到東南片海面上一個大氣壓，當有可能會發展起來。唔過呢，現時還係禮拜一天，估數呢會定價到拜3到拜5，將做得啲也大氣壓，係唔係有可能會發展做也嘅今年嘅台灣風采，按照黃盤，唔係黃埔喎，係黃盤，盤嚟嘅盤。好，關心睇下嘅天時嘅資訊，嚟看到喎，今邊一嘅時態報紙呢，頭一咧，嚟關心到嘅係中國時報。也建議咧，各界近來關心到嘅當然係紓困。中國時報嘅頭版頭條也篇嘅題目咧，睇這個事也就係講到萬年紓困。今比開始申請有好涼誒，也嘅係今比其實係農務費嘅部分，故所農民韓國農民呢，今比就做得開始去申請誒。韓國呢，也嘅行政院長蘇貞昌同農委會呢前幾日咧，就有開始講到，也嘅農民嘅部分係會同也嘅1萬元嘅紓困錢出價，讓人費業也嘅政府地度，故所今比開始來申請誒。也嘅全台灣嘅農民呢，就希望講做得來擴大照顧農民同漁民嘅部分，故所會有超過140萬商人享受得到。然後呢，就將先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韓國呢農委會主委陳吉聰有講到，農民就會同一條錢呢。出價費到農費嘅一個政府地度，出價會本年1萬元按年嘅錢。故所呢，一個中國時報先來講到喎，因為呢，因今邊要開始本農民韓國農民來申請咧，故所你就會看到喎，為到愛本一個申請嘅手續還較順序，故所呢，也今年就開始來加班，今邊呢會有當到位工作人員開始來加入，希望講做個原因。也係按多少農民漁民開始來申請，唔好像前幾年，你看到我一個地方嘅戶政事務所，韓國呢一個公所嘅部分，也係就佔落嘅當人，大家當條件我來申請1萬元嘅也政府擴大補助嘅也條錢，唔過呢就到高鐵嘅也禮拜呢，你就可能到話當年一個公所單位，當然就係無限次差，尤其呢民眾就係因為申請手續。標件嘅問題，亦係降落去，故所呢，做嚟講，嗰條也一個禮拜申請紓困嘅也嘅大主題呢，甚至到各地方政府實在咪當頭拿通，就因為申請呢，亦係來按多年。出來看到啊，已經愛加班來審理紓困嘅部分，實在本中央韓國地方無限切差來關心地方方嘅情形。盼今年紓困金額重扣規範5億元，做下頭加班。
虽然系母亲节，但是辅导完成上礼拜受理嘅2600万份纾困申请，高雄凤山区公所社会科有一半嘅职员冇病了来加班。哥哥在家里陪妈妈处理这样子，本来预计要吃大餐这样子，对，因为那个量真的暴增太多。他们有想，但是我来这边是来加班，他在旁边等下乱。对啊，是有想，因为他们想说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过啊。你个媒体新人忙衰抢，先走出来加班，加拿大新人请求做將 JM 嘅台同期上班，不過2年6年做下加班，財政治案件多，另外還有勞保，也係存款幾百萬嘅申請民眾調低來申請，造成心理負擔。就是我看到有存款可能已經達300多萬的，這是很明顯的不符合的，嘿。然後又是有的勞保的，一看出來他是在保的狀況，這也是不符合的。那中央他現在系統要做更新，不然我們同仁非常辛苦，沒有任何資料，光憑一個切結書，要判斷給他的一個急難紓困的金額，這樣子對公所的同仁來講壓力太大。目前這兩年，高雄市總係有6間公所加班，市府希望中央調整審判系統，本地方理片審查同檢動。和平中市之前有一間阿伯公4名車去申請，每年只超過65歲，確定唔可以通過。我順口問了他一下，說：阿伯啊，你經濟較有困難，因為我看你開面路的呢，伊講我迄是甲朋友借的。我們的同仁也看到他事實上手上戴着一個頗具價值的戒指。另外，新北市政府同9000萬份申請表交本衛生福利部審核，衛生福利部下公司還有部分單位出現沒技術支援能力來加班，釐清有擬符嘅案件，希望聽收宣示罰款。記者馮介春、陳建坤綜合報道。針對紓困的廿條1萬元嘅錢呢，所能應用嘅法，家下呢就看到一個新聞當中有訪問到，一個有人呢就重複去兩廿條錢呢。另外呢，人講到近半夜農會、漁會就做得開放本農民和個漁民朋友直接去申請嘅。不過呢，就像中國時報入邊頭版頭條有講到有人就知道講，尤其是漁會嘅部分，漁會入邊呢有漁民就表示講，要唔可以直接發現金咯，唔當直接來發，唔好不按呢大家知道講，行愛申請，行愛來審查審核，實在當麻煩。不過呢，蘋果日報按進一步來看，從家下新聞頭度有講到，有人唔但搶兩個，也一個只給了1萬元天，韓國呢去重複又去兩個。蘋果日報也片當過就講到嘅，差唔多有1000個人，減減嘅1000個人哦，有2片都去兩個，古數家就係重複去申請嘅。交通部長林佳龍就講13年都走唔脫，一走唔脫係乜嘅意思呢？所以講，因為有人兩個重複紓困嘅現金，比如講做月一嘅駕駛人，還有呢做拖油嘅人，佢都合乎為到2級資格。故說做一個機場查嘅駕駛，100個到3萬元，另外做拖油咪2個到3萬元，佢2片都去申請嘅。故說1年就2個6萬元。不過呢，對大家來講，亞派嘅紓困係希望講，一年就去量一種資格，一種嘅亞種對象就好嘅。古早人出來看到進一步下波鴉片，都蘋果日報有鴉片整理出來嘅，講哪一種嘅對象有可能會重複來量呢？鴉片就有做一個標記，講有可能會重複去申請一條紓困補貼嘅人。可能有4種第一個係自營創業者，或者係無一天的雇主調價，一種愛去量勞工嘅生活補貼，有可能100個到3萬元。不過呢，佢哋就會重複去量下半月1、2、3、4項嘅。另一個係乜嘅呢？雖然家下講到補貼本拖油，還個做2歲嘅人，佢哋會生活收費。另外呢，有可能去重複兩條紓困津貼嘅係機場查駕駛人薪資嘅補貼。韓國呢，一張嘅係2個到1萬元，交通部100嘅紓困係採取100就本3張嘅，故所做機場查駕駛人100個到3萬元。另外第4種嘅係經營語文工作者，希望講一條紓困嘅錢做得膨強人員嘅負擔，本嘅困難補出2.0。故種呢有4大對象，有可能係100呢，有可能會重複申請嘅部分。鴉片就作為一個統計
交通部讲啊，一下查到的减减的有1300人，2片去量。股总呢也发出去的款项也条钱，一下就有537万元按到位。进一步看到下背，一片呢就有查到讲504件重复去申请补助款呢，股总就从家下看到的，已经有502万元是假出发出去的。两项补贴总共就发出来537万元，本亚斗重复2到1人。韩国呢交通部长林佳龍講，全部撒下來會同亞斗討到轉來哦。相關部分呢，官員都強調講，希望民眾申請補貼的時間呢，要簽切結書，因為簽亞嘅切結書嘅文件呢，所以講唔同意講唔會重複去量，嗰種就係切結。同意講你100就量一條錢聽，故數撒下來重複去2000嘅人，一片嘅公部門就會寫信嘅，同講重複去量嘅，故數1條錢係愛老唔討到轉來嘅，愛討固定嘅時間內同量出去見2到2條錢嘅部分，愛納到轉去9到轉來，喺個無討一天期限內同其9到轉去本政府呢，後續強怕會有法律嘅問題。韓國鴉片呢，就有學者批評講，鴉敗嘅紓困實在係亂草草。一邊來看到佢講啊，電都係誤導嘅，100年愛用鴉條錢紓困來糾結嘅時間。鴉片就有大公出講鴉敗因為呢，因為有2條錢重複量嘅情形，佢知道講還算合理。因為呢，也下100年呢，就唔但將是有做一個投入添，故所有可能呢，就會減做2項投入。故所呢，你減做2項投入，同時也被受到疫情影響，收入2片都減少嘅。故所佢知道重複一量，也按年呢，未算做的。另外有學者就講到嘅，文化大學經濟學呢嘅教授也片就講到，政府紓困嘅措施實在太亂呢。希望講，另外一類學者係講，中央部會愛整合一類較大嘅查詢內容，是愛有2一類單位嘅補助款，希望就會有記錄。其他條呢就冇辦法再去量另外一類單位嘅補助款呢。佢係表示講實在動亂，是知道亞下大家愛去申請投拿通，民眾投拿通，政府單位的審核的處理嘅時間嚟當投拿通。一片就講到也包括大家的申請作業嘅時間，係唔係大家拿健保卡去申請去買嘅時間，一片就會同記錄起來。一片就知道講紓困咪早地用按呢嘅方式，攞佢記錄下來。接下來針對亞嘅中央韓國地方，一片就因為愛申請紓困，也下2片壓起來嘅，嚟關心松北地區首長係樣講嘅。今日紓困金方案開始嘅，民眾講見到區公所申請新北市帶頭送為2萬件嘅申請按到衛福部施工加班處理，韓本人講係錯誤嘅示範應該先處事。新北市長侯友宜就強調，應可能係只有中央指示作為亞下基層阿里面清代新北市會趕緊來審核，下禮拜一就做得不簽。所以昨天衛福部長這樣一說，地方能審的就趕快審，趕快發送。所以我禮拜一一定會快速的發送。給審定資格通過及需要的市民們。侯友宜講，所有民眾嘅送件攏係設計書為主，法律嘅建議其他附件對亞特別市長柯文哲認為新北市送件嘅做法同衛福部有一些冇相同，其他感染個案呢發現有問題嘅，再送到中央去審查。新北市那個做法，我也覺得太，就擺明跟這就有點逆時鐘了。你要送給中央審的哦，如果超過5%的，人家就覺得我們是故意的，所以這個事情這樣。台北市連可慢個1天2天才發給大家錢哦，但是我們能做盡量做。不過對酒店舞台馬來西亞開放，中央講地方做啲其他評估，柯文哲批評中央唔負建議，佢係主張開放嘅，詳細情形要等防疫會議過後再宣佈。我非常清楚，這是典型的不想負責任啊，因為下令關容易啊，要下令開，你知道大家都不敢負責任。但是其他人都說，這個就是要陷害你啊！人家其他5度沒有一個敢開放，你要開放。柯文哲認為這個口號數據，喺度連27日台灣都冇本土案例，喺度中央睇邊境當後來應該就做啲計經，韓國其他5度也係能夠偏向簽證開放。新北市4月將會開放從這機構親自發通嘅場所，其他地方就還要再討論。記者何元林之間請記文綜合報道。就係亞博嘅疫情又嚇得咧，古所國嘅開始嚟討論講，本地嘅亞種防疫嘅規範、防疫措施係唔係愛變樣嘅？
家下看到嘅中央同地方一下呢盟友天论，故作接下來係咪繼續討論？繼續轉到時態報紙嘅頭版鴉片咯，繼續嚟看到嘅係聯合報。聯合報下報鴉片呢，就有講到防疫一下初步算清成功嘅，本土連定20人嘅都冇確診案例，也就係講6個月2隻嘅潛伏期。一隻潛伏期係14日2禮拜，故作喺台灣竟然連定28日都冇本土確診案例嘅，故作個月2嘅潛伏期，也係專家莊上順、莊教授技巧講，鴉片呢代表講台灣算係咧當安全嘅沙期，一嚟看到鴉片就講哦，陳時中講接下來就係因為疫情係控制下來嘅，為來推動安心施策、安心飲食，係講嚟推動防疫理由。馬街按照安心施策防疫理由呢？對聯合報連電來看到嘅係自由時報，因為呢有兩篇都係關心嘅係防疫理由，係個防疫施策。馬街按照防疫施策，卻講哦，鄉親朋友係講有許多腦杯食東西嘅時節，接下來會傳統嘅咧一個去食東西，比較講傳糖嘅鴉片，合乎味道味嘅。有合乎社交距離，或者係味嘅蛋糕有表一種透明嘅夾餅，唔會伴民眾去食飯嘅時節，去消費嘅時節，大家嘈味嘅，某個距離嘅時節會提減，故所會有一種保持一定嘅距離，餅夾餅，係講呢作嘅一套一套嘅一種傳點呢，會有專人同人分出一條，可能就會半日嘅入閘，一個安心嘅鋪頭、安心嘅鋪裝，故作也係安心施策嘅部分。接下來理由咪會獨獨嘅來開放，從鴉片看到用觀光業係個遊覽茶嘅入閘為主呢，就會去到各景點來探茶，人茶嘅係個呢傳統，就會配合重量管制，唔好一下呢。就開放本聽當然落去，接下來聽伊嘅談安心理由嘅部分，就會研究對通過防疫認證嘅理據，係個飯店會本加條安心嘅鋪頭。民眾喺講呢，有看到一種安心嘅鋪頭，就做得起一件理據飯店來消費，係個呢從施策未係強用，也就係因為國內嘅一下疫情要控制下來嘅，會推動一種社區安全鋪頭。係個自由時報呢，也順康有關心到嘅係中國武漢嘅 PC 實驗室，去年嘅實驗嘅時節就是發生嘅危險事故，唔過佢係發生嘅馬街嘅危險事故呢？一篇就講到嘅，實驗初期到24都冇任何嘅數據嘅發通發生嘅馬街，一篇就有人就去調查講，係講呢確實有關起來，可能係因為武漢肺炎嘅病毒外流出去嘅。也係自由時報作為相關的報道。國內已經連定28日都冇出現一個本土的確診病例，代表講從家下係未看到嘅。專家講台灣係一個相對安全的社區，唔過係唔係一下全世界疫情都從喺台灣強用呢？其實唔係哦。故所呢，一個民眾還係愛啲好驚心防疫，因為一下全世界呢，就提供俾大家一個數據哦。全世界嘅疫情還係當厲害，還係要當多年嘅確診案例繼續嚟發生，尤其像日本、韓國也建議咧，還係繼續逼出嚟全市感染。希望大家還係防疫，總唔得要辦事懈怠，台灣係安全嘅。唔過大家呢防疫先成法，大家要當到嘅習慣，還係要保持起來。今日嘅客家新聞9點半看報紙時間就到鴉片咧，聊一下差唔多呢啲動作。下晝2點嘅時間，歡迎向前繼續聽聽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嘅前線發展。再見。客家新新聞，客家 Lif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線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